各位乘客，歡迎乘搭九龍巴士公司67 T4，本班車將由旺角東鐵路站開往兆康苑。線途將有廣播，提示各位乘客落車，祝各位旅途愉快。Ladies and gentlemen, on behalf of Kowloon Motor Company,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on board our 57S to Hong Kong. Further announcements will be made as we approach various midway bus stops. It is our pleasure to have you on board, and we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各位乘客，欢迎乘坐九龙巴士公司67S线。本班车将由旺角东铁路站开往兆康站。中途将有广播提示各位乘客下车，祝各位旅途愉快。擺站係聯運街。The next stop is Windward Street。上一站是連接區。小孩及长者，并让座于有需要人士，多谢合作。下一站係太子鐵路站。The next stop is St. Edward Railway Station。下一站是太子鐵路站。下一站係黃福街。The next stop is Yangtze Street。下一站是黃池街。時間替雨水將這鐵石擊破，唯獨愛你只得到淚水像我，重複地受挫。最大痛楚叫消失自我，某種堅持輪候百世不可結果，寧願唱一首歌，旋律中數我是如何犯錯，拿捏最傷的歌，人生的經歷對我有幫助，情無法醫得到肚餓。是沒法解釋的無助，喉嚨差點唱破，舊傷口忍痛觸摸，再幾分鐘就下一站係怡國苑。The next stop is Music Hall。下一站
有太多給世界誤會我。像螞蟻黑土地球憐惜我，離開但亦說愛，還偉大到學祝福你好過。我的戀人無下個，還有最毒情歌，寧願唱一首歌，旋律中數我是如何犯錯，拿捏最深的歌，人生的經歷對我有幫助，情沒法醫得到肚餓，字沒法解釋的無助，喉嚨差點唱破，舊傷口隱隱痛觸摸，寧願唱一首歌，旋律中講我是如何度過，傳譯再多坎坷，重生的長大怕什麼，共有好通宵的對坐，然後再瀟灑的離座，同場假使有你，用心去聽我的歌，還用計較什麼？寧願唱一首歌，旋律中數我是如何犯錯，拿捏最想的歌，人生的經歷對我有幫助，情沒法醫得到肚餓，字沒法解釋的無助，喉嚨差點唱破，受傷這感覺我最清楚，寧願唱一首歌，旋律中講我是如何度過，傳譯再多坎坷，重生的長大怕什麼？共你在一息間對坐，但手都捨不得離座，如何感激有我，但心中比我清楚，最喜歡不下一站係美孚路站。The next stop is Meifu Railway Station. 站是美孚铁路站。各位乘客，請緊握扶手，相互合作。Dear passengers, for your safety,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各位乘客，请紧握扶手，多谢合作。下一站設有分段收費。下一站係屯門官立中學。The next stop is Greenwood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下一站是屯門三聯中學。將心意唱一番，其實與你我無關，到達原來難接分，緣分變淡了，誰決定分散？在你我之間，像生死太難，如提着舊雨傘，經沾濕雙眼。在進退之間，亦可能知各位乘客，請緊握扶手，多謝合作。下一站係屯門官立中學。The next stop is Greenwood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下一站是屯門三聯中學。後悔嗎？是否可勉強繼續平淡？越去想，越牽掛。落魄的街中，車趕上那一班。其實與你我無關，
到達懸崖難折返，緣分變淡了，誰決定分散？在你我之間，像相識太晚，如提着舊雨傘，已沾濕雙眼。在進退之間，亦可能漸冷。別了可再見，但總有時間。在你我之間，像相識太晚，如提着舊雨傘，沾濕雙眼。在進退之間，亦可能轉冷。別了可再見，仍總有時間。若有天再見，唯恐有時限。The next stop is Hotel Kelly。站客是和服厂出站。The next stop is Southwood Restaurant。下一站是地库工厂。The next stop is Grandview Garden。下一站是雪山花園。屯門公園。The next stop is 公園 Hospital。下一站是水雷之站。
next stop is Wutai Estate. 下一站是富泰村。下一站係五柳路。The next stop is 五柳路。下一站是五原路。各位乘客，請緊握扶手，多謝合作。Dear passengers, for your safety,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各位乘客，請緊握扶手，多謝合作。想不自量，卻怕太高傲，盡頭失着得重傷。着了也會望下，聽聽細雨落下，常人間煙火欣賞冷冬仲夏，卻怕太孤獨，盡頭一直沒情話。如何分清楚？下一站係兆山苑安子總站。The next stop is New Hong Kong. 富豪康特方式總站。對與錯，誰來過問？各位乘客，本班車已經到達富康苑，請各位乘客落車，多謝乘客落實 taxi. We have now arrived at New Hong Kong. All passengers please alight here. Thank you for traveling on our route number 57A. 各位乘客，本班车即到达上康站，请各位乘客下车，谢谢乘坐 ETS 线。